同款嘛是做餐人真辛苦，因为寒流落南，屏东拜二透早上低温敢若11度3，种果子的人就赶紧来果子园小来寻餐一下。都有一寡莲雾规拢冻伤，看到因的心火变做二等火，大家面仔拢油嘎嘎。屏东的莲雾即嘛差不多会当采收8成，一个透烧风，一个佫拄到寒流来，种莲雾的人嘛烦恼讲会影响到因收成的品质。 农民去寻果子园，愈看愈怨叹，因为本来应该爱生个真水的莲雾，即马表面煞出现冻伤的分野。它会出现这个寒害的一个斑点，整个卖相就会受影响。看到家己用心种出来的莲雾变甲遮尔啊歹，卖嘛卖无偌济钱，互农民就烦恼的。寒流来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幼果它会裂开，这个都属于畸形的，那当然它变成就会次极品。 这是屏东，因为寒流的关系，昨透早上低温敢若11.3度，春日大汉山顶更加是敢若有2.4度。因为莲雾未冻的寒，真侪果子园拢出现农村的灾情，唔那莲雾冻伤，含果子树的叶啊嘛反黄，导致整个落叶寒害落叶落叶之后，我们的果实跟叶子的比例会不一样。2波下来哈，今年的莲雾的果实会较往年的果形会比较小一些。 虽讲目前已经有要8成的莲雾拢提早慢落来啊，不过农民嘛烦恼，这波的寒流会影响到果子的大细粒，未来恐惊嘛会影响到绩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